梁子穎議員。主席，我發言係支持2025年稅務寬免條例草案。條例草案個內容好簡單，就係寬免2024至到2025年度8%嘅薪俸稅、個人入息課稅同埋利得稅，上限呢就係1500蚊。根據政府提交嘅資料呢，大約係有214萬名嘅薪俸稅或者個人入息課稅嘅納稅人，以及約165400間需要繳交利得稅嘅法團或者非法團業務，將會獲得上述嘅稅務寬免而受惠，即係可以退回1500蚊。除此之外呢，約16%嘅薪俸稅或者個人入息課稅嘅納稅人，以及約12%嘅納稅企業喺2024至2025年度嘅課稅年度呢，係唔需要繳交稅款嘅。因應上述嘅稅務寬免安排咧，對香港特區政府嘅財務影響咧，將會喺今個年度25至26年度咧減少係30億嘅收入。特區政府面對財政赤字，減少政府開支係最重要嘅方向。另一方面咧，就係要避免咧係減少政府嘅收入，更加要增加政府嘅收入。但喺全球經濟環境都不景氣嘅時候咧，投資者減少投資或者更審慎去進行投資。而普通市民呢，亦都係除咗減少開支之外呢，亦都會增加儲蓄，以備不時之需，直接咧影響到呢係香港嘅金錢嘅流動性。如果係咁樣嘅話呢，咁金錢流動性就會減少，更會進一步咧影響到社會經濟嘅發展，不利呢係經濟重新起步。特區政府呢，實在有必要咧作出係增加金錢嘅流動性。因此呢，雖然政府係減少咗30億嘅收入，但如果可以鼓勵到收到退款嘅納稅人可以進行消費，呢個咧係可以有一定嘅程度咧去刺激現時疲弱嘅經濟。呢30億係值得咧係返去納稅人嘅手上，多多少少咧都可以減輕咧納稅人而家嘅財政負擔，更可以咧係刺激經濟，我係支持嘅。但我希望咧社會各界，特別係飲食業界同埋零售業界經營者咧，期望可以定期咧推出更多嘅優惠同埋推廣計劃。只要社會有新嘅經濟活動，內循環咧先至能夠係動起嚟，金錢咧先至可以有適度嘅流轉，先至可以真正咧達到退稅安排呢個目的。不過最重要嘅都係要業主咧可以減租，甚至進一步係減租，減輕咧經營者而家嘅成本負擔。而家前線我哋嘅打工仔女嘅人工咧已經減到咧不能再減嘅地步。如果再係咁樣落去嘅話咧，本地勞工唔參與工作，係將會進一步咧影響香港嘅經濟活動發展。就算政府容許僱主係解決勞動力不足而適度輸入非本地工人呢，但我留意到呢一步咧已經係減少咗本地金錢嘅流動性，因為外勞嘅收入將會離開咧香港特區，係推動本地經濟嘅致命傷。我再次強調咧，就係一起合作推動經濟嘅重要性，呢個先係真正嘅方法咧，改善香港嘅經濟發展。最近有一位朋友就講咧，香港70年代至90年代經濟起飛咧，謀取暴利嘅舊時代已經係過去啦，而家應該係合作共贏嘅新時代。經營嘅觀念同埋方法咧，極需要進行改革同埋改變。我希望咧，各界嘅投資者同埋經營者咧，唔好錯過改善社會經濟嘅最好時機，謹記退一步海闊天空。今年公務員嘅加薪咧，已經決定咗係凍薪。如果業主能夠減少一啲租金嘅收入，可以造就香港經濟發展呢，我係十分之歡迎嘅。香港人最強嘅地方係乜嘢呢？就係識得執生。過去咁多年嚟，香港經歷風風雨雨，我哋都能夠一一解決，再次咧從低處走上高處。因此咧，唔好錯過今次執生嘅機會，盡快咧調整財務同埋實務嘅安排，一齊咧係拼經濟、謀發展。雖然今次嘅稅務寬免未必合乎所有納稅人嘅期望，但我希望大家一齊努力，收到退稅嘅，盡可能將呢啲錢用返喺社會上邊，將經濟咧再次出現生機，讓大家咧都可以收到更好嘅回報。主席，我謹此陳辭。